本人就本次嘅法案作出如下表決聲明。首先，對於本法案嘅修法方向與核心嘅目的表示支持。對澳門黃金珠寶行業而言，呢個係期待已久嘅制度完善，既能夠為澳門世界旅遊中心建設注入新嘅動能，更能長遠提升澳門誠信優質嘅國際形象，意義重大。至於業界關心嘅經營細節性嘅問題，我將留喺小組討論，將深入研究。法案落地嘅關鍵在於監管嘅可操作性，而配套黃金化驗檢測機構與產業鏈支撐嘅能力，正係保障法律嘅執行有效嘅兩大核心。因此，本人建議政府持續關注同埋推進兩方面嘅配套工作。第一，加快本地檢測體系嘅建設，盡快規劃澳門本土黃金化驗機構，同時加強與業界溝通，構建標準化檢測嘅流程，從源頭滿足黃金純度嘅檢驗需求。第二，推進本地回吐金精煉嘅佈局，依託大灣區嘅資源優勢，建設符合澳門定位嘅精煉平台設施，幫助澳門金飾行業降低原料成本和增強自主定價嘅能力，進一步提升區域嘅競爭力。期待透過法案嘅完善與配套措施嘅落地，能讓澳門金飾產業成為助力澳門世界旅遊中心建設嘅特色引擎，為澳門構建更多元嘅產業格局貢獻力量。多謝。